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關於耶穌基督誕生嘅真事，這些嘅事都記載喺聖經裏邊嘅。這個事件發生喺2000幾年嘅一個晚上，世界似乎好似平常咁樣，好平靜。但在那平凡嘅夜裏，神嘅救恩正在靜靜嘅開始咗。在當時嘅羅馬皇帝發布咗一個嘅命令，就係要全國各省嘅百姓翻去自己嘅祖家登記戶口。於是各地各省嘅人潮湧湧，街道上咧充滿咗趕路嘅家庭，又老又嫩又大又細嘅。約瑟同懷孕嘅瑪利亞都唔例外，佢哋也同樣嘅踏上旅程，從佢哋所住嘅地方拿撒勒去到佢哋嘅祖家伯利恆嗰度。當時嘅瑪利亞已經懷孕足月咗，可以生噶啦。在人來人往嘅伯利恆中自滿世人，約瑟同懷孕嘅瑪利亞揾唔到一個地方俾佢哋容身，只能夠停留喺一間好簡陋嘅馬棚中，入邊淨係有乾草。喺嗰度，耶穌基督，我哋嘅救主就誕生了。喺同一個嘅晚上，在伯利恆嘅郊外，有一班嘅牧羊人，他們正在夜晚當更，一切好似平常咁樣嘅守護住佢哋嘅羊群，唔好俾佢哋走失。忽然間，一道嘅強光喺天上照落嚟，天使顯現喺天上。牧羊人見到，佢哋好驚，跟住天使再對他們說：不要懼怕，我報給你們大喜嘅信息，係關乎萬民嘅，因為今日在大衛嘅城裏，為你們生了救主啊，就係主耶穌基督。天使繼續嘅對牧羊人說：這個嬰孩會包着布，臥在馬槽裏，那就是記號了。跟住落嚟呢，有無數嘅天使出現喺天上，齊聲嘅歌唱，在至高之處榮耀歸神。牧羊人聽了，沒有猶豫，立刻嘅起程，去到伯利恆去尋找這位救主。
羊人急忙嘅去到馬棚嗰度，見到就好似天使所說嘅景象一樣，就係約瑟和瑪利亞和包着布嘅嬰孩都喺嗰度。這些事之後呢，牧羊人返回伯利恆嘅郊外，喺路上口中不斷嘅咁樣講佢哋所見到嘅、所經歷一切。人民聽到咗都感到好奇怪、好驚奇。瑪利亞卻把這所發生嘅一切事都記喺心裏邊，反覆嘅去思想。牧羊人嘅回去之後，因所聽見、所看見嘅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，就歸榮耀於神，讚美神。親愛的朋友，耶穌嘅誕生唔係淨係喺2000年前嘅一件歷史嘅事件，佢係為咗你、為咗我、為咗全人類而嚟嘅。今日呢，佢仍然嘅對你說：我愛你，為你而嚟。你願意回應他的愛嗎？他的愛今日呢，依然嘅向你敞開，你是否願意回應？